今日用我新買嘅大同電飯煲，方便用法又簡單。今日用佢蒸咗一碟榨菜五花腩，同埋一碟鹿茸菇蒸雞翼。兩個皇帝仔表示好滿意，你哋中意食我就有動力去煮。咁我哋而家醃咗啲雞翼先，調味料我哋有海鮮醬、少少豉油、少少鹽去調個底味，糖1茶匙，白胡椒粉、料酒、澱粉1茶匙，之後將佢撈均勻。撈均勻之後加埋啲鹿茸菇，再繼續撈一撈佢，最後放啲薑，噴少少油，醃佢1個鐘。五花腩我哋就放1茶匙蒜蓉豆豉醬、1茶匙糖、1茶匙澱粉，之後將佢撈均勻。撈均勻之後倒埋啲榨菜入去，榨菜要提前浸一浸，洗一洗佢，如果唔洗就會好鹹。最後加埋啲白胡椒粉、少少料酒、薑同埋蠔油，撈均勻之後噴少少油，醃佢1個鐘。1個鐘之後，將醃好嘅雞翼整齊咁鋪向個碟度，鹿茸菇鋪向雞翼嘅上邊，啲汁都唔好浪費，倒埋入去。五花腩都係一樣，將佢均勻咁鋪向個碟度，盡量將佢整散開，咁樣蒸好之後就唔會黐埋一嚿。咁而家我哋就將佢放入大同電飯煲入邊，將五花腩放響個底度，之後響五花腩上邊放個蒸架，咁樣我就可以放碟雞翼上去，一次過蒸2碟，快靚正，而且唔使睇火。將啲餸放入去冚蓋，撳一個掣就搞掂。大同電飯煲煮餸嘅時間係由煲入邊嘅水位嚟定時間，水煮乾咗佢就會自動跳掣，真係好方便。今晚嘅晚餐有菜乾豬骨湯、榨菜蒸五花腩、鹿茸菇蒸雞翼、四季豆炒西蘭花。我哋食飯先啦，拜拜。